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1日，罗马书15章7节安尼讲，所以着三接纳，亲像基督要接纳恁，地cầu阳光归伫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着三接纳，亲像基督接纳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、圣洁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无稳定、阻碍、甲人民的天父。主啊，阮满心感谢，甲学了你的性命，感谢你。伫基督的内面，将阮来接纳。主啊，阮虽然不配，也极其软弱，总是阮要感谢你，用无条件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生活的每一个关系中，互阮学习基督接纳人的心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因为人的外貌、背景、地位，或是个性的无同来拒绝人，互阮因着你的疼来彼此接纳，因为你爱阮三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阮，直到阳光归伫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